这个是 Robert Scott，Colonel Robert Scott， 他是当年飞虎队的飞行员 Robert Scott。现在在奇特飞场呢，给他做了一个专门的 Robert Scott 飞虎队的一个小小的博物馆，这里边记录了 Robert Scott 当年在40年代的时候，在中国昆明参加飞虎队向日军作战的时候的记录，包括 Colonel Robert Scott 击落了9架。这应该是 Zero 和日本飞机9架飞机的记录，这是 Robert Scott。这是在小小的一个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办在七诺飞机场的厕所上，所以人们在上厕所上坐在马桶上可以看到 Robert Scott 当年在中国云南飞虎队歼击日军，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情景。Robert Scott， 飞虎队飞行员 Colonel Robert Scott。